根据着儿童福利人民的统计，自从这2018年到2020年，打电话来问收养囡仔问题，已经减少超过30%。虽然讲这单年收养成功的案例也无减少，不过有意愿收养囡仔的家庭也变少啊，嘛，互可能需要这个收养囡仔会等待搁较久。去带一个孙回来甲我做伴，真好啊！家人陈淑芳甲姚顺尧最近演出底片，讲出伫即马这个世代，收养是一种进步的选择。陈淑芳强调，年岁大的人常常对血缘较要义，但是亲生的甲收养的，拢是厝内同款重要的一份子。是不是收养没有关系，就是对于一个小孩，对于一个人，你的承诺。那对我来说，才会是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。大部分的收养人，他期待会是一个健康，或者说刚刚讲没有家庭背景的孩子，或者是现在女生其实常常碰到是说，收养人好像有时候会觉得他等不到他想要收养的孩子，但孩子也等不到就是愿意收养他的父母。儿童福利联盟表示，2018年时大概有2300通电话来问收养的资讯，但是到2020年缩减到1500多通左右。虽然目前成功收养的案例也无减少的情形，但是烦恼有意愿收养囡仔的家庭有变少的可能，囡仔嘛会等待较久。有一大部分可能会跟我们像少子化的风潮是一样的，比如说可能想要当父母的人减少了，因为其实养育孩子真的很辛苦。政府应该要推，为了让孩子都留在国内，因为找不到家庭的孩子就会被送出国，或甚至在机构长大，所以我们更应该有更多的服务或支持。联盟表示，收养的家庭比起其他的家庭更加需要斗相共，亲像适应家庭的过程，可能需要咨商的服务。一寡互人收养的囡仔，可能身体本身就有状况，嘛需要医疗资源，但是政府相关的配套措施也是无够，希望政府就要来斗相共。记者郭富长随台北报道。